天竺國王嘅後宮同埋御花園點解會咁似青樓嘅呢？古代嘅青樓大家應該知道係咩地方啦。大家再思考一個問題：天竺國王真係唔知道自己嘅女係假嘅公主咩？布金禪寺神秘嘅老和尚究竟係邊個？嗱，而家我提前解密一個大秘密先，就係天竺國王一早就知道身邊嘅公主係玉兔精，國王同埋玉兔精咧係達成咗某一啲合作嘅。最奸嘅朋友點個讚，我先有動力耕落去噶嘛。原文再續，書接上一回啊。嗱，前邊嘅解密講過啦，天竺國之所以重要，係因為只有呢個地方嘅花可以製造神仙嘅春藥。一直以嚟啊，觀音、毗藍婆、太陰星君三個女人咧係做緊神仙春藥嘅生產流水線生意嘅。毗藍婆係一直以嚟好多《西遊記》原著嘅研究者忽略嘅重要嘅角色，幾百年嚟都忽略咗嘅。呢度提前透露下，毗藍婆其實係最後嘅贏家之一。前邊嘅解密講過啦，玉兔精下凡係同神仙春藥嘅生意有關嘅。而家我哋就帶住呢啲疑惑去睇主線嘅故事啦。睇完主線故事之後呢，我哋再逐一解開背後所有複雜嘅牽連關係。話說布金禪寺嘅老和尚拜託孫悟空入天竺國嘅都城追查公主嘅真相。取經團隊晨早嘅起程啦，上晝咧就嚟到咗天竺國嘅都城。佢哋去到館驛啊，嗰個驛丞咧就招呼唐僧，同唐僧介紹咗天竺國嘅歷史，只有500幾年嘅歷史。天竺國王係好中意花嘅，咁唐僧就話啦：今日貧僧要去見駕，渡換關民，唔知可唔可以上到朝呢？咁呢個驛丞就話：好啱好啊！近排咧，因為國王嘅公主娘娘啱好就20歲青春，正喺十字街頭高潔彩樓拋繡球招駙馬。今日正當熱鬧之際，諗下我國王爺爺仲未退朝，如果想渡換關民呢個時候佢就啱晒噶啦。大家留意下，呢個驛丞咁親切咁接待唐僧，仲話皇上而家就喺朝中，可以去見駕。《西遊記》行文邏輯，所有貌似巧合嘅事，其實都唔係巧合。呢個驛丞點解咁親切招呼唐僧師徒，仲話皇上而家一定喺朝中呢？今日公主又啱好要拋繡球招親喎，你話有冇咁巧啊？其實就係安排好嘅。邊個安排㗎？咪就係玉兔精安排嘅咯。我開頭講咗啦，其實天竺國王根本就係知道玉兔精嘅真正身份嘅。玉兔精下凡只有1年嘅時間，呢1年嚟其實佢同國王一直係有合作㗎。證據就係原文嘅旁白講到明。玉兔精知道唐僧今年今月今日今時會到呢個地方，佢假借國家之父搭起彩樓，欲招唐僧為偶，採取元陽真氣以成太乙上仙。呢度就已經暗示咗啦，玉兔精安排好晒成個局啦。當然啦，玉兔精咁樣做係上頭所有大佬開會嘅結果嚟嘅，佢只不過係執行啫。本站最終嘅目的係3屆神仙春藥生意嘅利益嘅重組。大家睇下原文，唐僧要上朝啦，孫悟空就跟住唐僧啦。咁孫悟空話：我哋都去睇下拋繡球啦嘛。其實老孫根本就知道晒上頭嘅安排嘅，唐僧係必須要完成呢個任務嘅。後邊嘅故事大家清楚啦，全部係劇本。呢個假嘅公主拋繡球打中咗唐僧頭頂嗰頂帽，唐僧雙手扶住個球，個球咧就碌咗入唐僧嘅衫袖入邊啦。好明顯啦，個球係自己走入唐僧嘅衫袖嘅，唔係玉兔精做嘅，就係孫悟空做嘅啦。彩樓上面嗰啲人咧就齊聲大叫啦：打中個和尚啊！打中個和尚啊！咦，十字街頭嗰啲商客人等個個都想過嚟搶繡球噃，俾孫悟空大喝一聲，孫悟空用咗個法術，身體長到3丈咁高，嚇走晒嗰啲想搶繡球嘅路人。咁你話係咪劇本啊？老孫咧就配合玉兔精，一定要招唐僧成親。樓上邊嗰啲宮女太監全部落嚟對唐僧下拜咁話啦：貴人，請入朝堂賀禮啦！唐僧急住還禮，扶起眾人就埋怨孫悟空話啦：你隻馬騮又嚟整蠱我！孫悟空笑住咁話啦：喂，個繡球打喺你頭上邊，碌咗入你衫袖，關我鬼事啊！你埋怨我做咩啫？唐僧就話啦：咁而家點搞啊？咁大家睇下啦，唐僧都習慣晒咯，都知道係上頭嘅任務啦，走唔甩噶啦。
咁孫悟空就話啦：師傅啊，你放心入朝見駕啦。嗱，我翻去館驛叫八戒、沙僧等住。如果公主唔招你就算啦，換咗關文就得啦。如果佢係要招你成親呢，咁你就同國王講，招我徒弟過嚟，我要吩咐佢一聲。嗰陣時啊，招呼我3個入朝，我期間只能辨別真假。嗱，呢個就係以分行怪之計啦。唐僧唯有應承啦，孫悟空轉身就翻咗去館驛。唐僧咧就同玉兔精呢個假公主上咗朝。國王聽咗成件事，心入邊就唔係咁開心，想話趕退唐僧啦，又唔知公主係咩意思噃，咁啊唯有宣唐僧入朝啦。嗱，呢度就係一個大細節啦。國王心入邊唔開心，唔係因為個繡球打中個和尚啊。大家諗下啦，國王作為國王，如果真係唔中意呢個和尚駙馬，國王完全可以拒絕婚事噶。邊個夠膽唔聽國王說話啫？點解佢係要聽公主嘅意見呢？國王一早知道公主係玉兔精啦。國王唔開心係因為知道玉兔精做完任務就會離開，咁自己呢一年 happy 嘅日子就會冇咗啦。國王呢一年嚟同玉兔精一齊係過得好開心嘅，國王唔捨得。嗱，證據就係後邊玉兔精同孫悟空介紹自己講過，因為愛花隨世景，故來天竺假嬋娟，與君共樂無他意，欲配唐僧鳥宿緣。上一集我已經解釋咗鳥宿緣其實就係解決上頭大佬以嗰啲歷史遺留問題。呢個與君同樂無他意呢，就係重點啦。呢度係點到明。玉兔精下凡係與君同樂，暗示咗佢同國王一齊嘅呢一年，佢玩得好開心。前面解密講過，玉兔精係公嘅兔仔，玉兔同國王2個男人共樂，咁究竟係共樂啲乜嘢咁開心呢？嗱，我哋就要繼續睇啦。後邊嘅故事大家知啦，嗱，公主就叩住頭咁話啦，父王啊，常言都話啦，嫁雞啊隨雞，嫁狗隨狗，女兒就有誓願在先，結咗呢個球就告奏天地神明，撞天分拋打。今日咧打到聖僧就係前世之緣啊，可以得今生之餘，唔可以變改嘅。我願招佢為駙馬。咁國王即刻應承啦，宣欽天監啊，正台宮啊，選擇日期結婚。咁唐僧啊求國王放自己走啦，國王啊大怒啦，你呢個和尚仲夠膽推辭，再推辭推出去斬。咁唐僧啊嚇一大跳啦，咁唯有按照孫悟空嘅吩咐，叫國王宣自己3個徒弟入朝，吩咐工作安排啦。跟住孫悟空3兄弟就入宮啦，呢度就係一個好大嘅細節啦。孫悟空3兄弟見到天竺國王係完全唔下拜嘅。之前解密過啦，天竺國係觀音喺500年前用道家信仰所建立嘅國度。天竺國王唔信佛嘅，大家留意，國王第一眼見到孫悟空3個人啊，佢竟然係完全唔驚噶噃。大家對比下前邊啊，去館驛請孫悟空3兄弟嗰啲官員啊，嗰啲官員見到佢哋3個嘅樣啊，個個都嚇到飆尿嘅。嗱，呢度就暗示啦，國王晨早已經因為玉兔精嘅關係，提前知道咗唐僧係有3個妖怪徒弟嘅，所以國王見到孫悟空3兄弟個樣係唔驚嘅。國王就問啦：邊3位係聖僧駙馬高徒啊？姓乜名乜住喺邊忽？因為咩事出家？取啲咩經卷？咁孫悟空見到師父喺國王身邊企住，忍唔住大叫一聲話：陛下輕人重己，既然招我師父為駙馬，你點解叫佢企住？嗱，世間咧稱女夫謂之貴人，豈有貴人不坐之理啊？咁國王一聽大驚失色，咁啊唯有請唐僧坐低啦。大家睇下，因為國王唔信佛，所以佢對唐僧嘅態度咧係非常之唔尊重嘅。孫悟空係通過恐嚇啊，國王先係肯請唐僧坐低。大家留意呢度嘅細節啦。孫悟空3兄弟輪流做咗一個自我介紹，佢哋3個將自己嘅身世啊、出身啊、點樣成仙嘅、點樣拜師啊、點樣取經啊，做咗一個非常之詳細嘅自我介紹。大家睇下屏幕原文啦，我就唔再多講啦。咁大家思考，孫悟空3兄弟點解要咁詳細介紹自己嘅身世啊？嗱，呢度就標誌住上頭所有大佬達成咗新嘅合作平衡啦。嗱，取經行到呢度啊，3界嘅各方勢力咧，基本已經達到新嘅共識。孫悟空3兄弟詳細嘅自我介紹，就標誌住道與佛新嘅合作高度。大家要留意本回嘅回目係叫做四僧宴樂御花園，一怪空懷情欲起。嗱，
今日嘅時間係初八，佢哋就定咗12號唐僧同公主成親。國王定好呢個分期之後咧，就同師徒4人喺御花園嗰度 happy 咗幾日。好多朋友咧係睇唔明呢一回嘅。國王同唐僧師徒飲宴咗幾日，孫悟空3兄弟咧都飲到忽忽地，唐僧仲喺度吟詩作對，非常之開心。我頭先講咗啦。本回係上頭大佬達成新嘅合作共識，咁國王熱情招呼取經團隊，其實就係慶祝上頭大佬達成新嘅合作。講白咗，其實係慶功，慶祝神仙春藥生意新嘅合作達成。嗱，仲有一個大細節，就係大家要留意國王御花園嘅環境。原文係用咗好多筆墨描寫嘅。嗱，我截取一段詩句，大家睇下：一處處紅透胭脂潤，一重重芳濃錦繡圍。更喜東風回暖日，滿園嬌媚晴光輝。國王請唐僧師徒去到留春亭，入邊有春夏秋冬4季嘅詩。呢個時候咧，唐僧好認真咁睇緊4季嘅詩句。我可以好肯定話俾大家知，唐僧睇到呢啲濃詞豔句，肯定係動咗凡心嘅。國王叫唐僧即興吟詩合唱，唐僧非常之開心，毫不推辭，即刻就跟住春夏秋冬4首詩，接住吟咗4首詩。呢4首詩咧，我打上屏幕，大家細細品嘗。唐僧寫嘅4首詩，完全係冇一絲一毫嘅出家人和尚氣息嘅。所以我話唐僧係動咗凡心嘅。嗱，前邊解密都有講過啦，唐僧本身就係一個野和尚，係一個市井小人，佢內心根本就唔係咩高僧。呢度咧，有冇朋友開始有少少感覺？國王嘅御花園呢個亭叫留春亭，有咁多嘅濃詞豔句，似唔似古代嘅某啲地方啊？嗱，我哋繼續睇啦，佢哋係咁樣玩咗3、4日，到咗12號成親嘅正日啦。國王咧正準備請唐僧赴席，咁突然間咧內宮官咧就啟奏話啦：萬歲啊，正宮娘娘有請啊！咁國王咧就退入內宮，哇！只見3宮皇后、6院妃嬪引領住公主，都喺昭陽宮嗰度談笑，哇！真係花團錦簇，那一片富麗妖嬈，真勝似天堂月殿，不亞於仙府瑤宮。仲有喜會皆因新詞4首，大家可以睇下屏幕。呢4首詞咧又係濃詞豔句嚟噶噃。呢度係巨大嘅細節啦，大家要先留意昭陽宮嘅諧音，咪就係朝陽宮咯。朝陽係咩意思啊？招男人嘅意思啊嘛。大家再睇下旁白形容國王嘅3宮6院嘅妃子，一片富麗妖嬈。西遊記行文邏輯可以肯定啦，天竺國王嘅御花園實質上就係一個高級嘅青樓，即係角角鬥啊！好啦，我哋開始推理啦。點解天竺國王嘅御花園會係青樓呢？大家結合下前邊嘅解密，天竺國係觀音喺500幾年前推翻咗舍衛國，用道家嘅信仰所建立嘅國度。觀音係七佛之師，佢係道家出身嘅慈航真人。觀音一直咧都有好大嘅野心嘅。喺500幾年前，玉帝同如來合作咗孫悟空嘅大鬧天宮計劃，雙雙都上咗位啦，地位提高咗。觀音就開始策劃自己嘅前進之路啦。觀音嘅內心係想做大佬嘅，佢用道家嘅信仰建立咗天竺國，同毗藍婆、太陰星君呢2個女人合作道家神仙嘅春藥生意。當然啦，就同時暗中設立咗一個雙收嘅地方啦。呢個地方就係天竺國嘅御花園。證據就係原文對御花園留春亭描寫嘅詩句，有好多句子係暗示咗呢度係神仙玩樂嘅地方。嗱，有一句笙歌鳥搖如仙宴，杯架飛泉玉亦清。呢啲句子啊，已經係好明顯嘅暗示啦。大家再回憶啊，太上老君係有女兒國嘅生意嘅，女兒國就係神仙揾雙收對象嘅地方。咁而家大家明白未？觀音係學緊太上老君，佢將天竺國嘅御花園設立成一個青樓，就係俾神仙雙收嘅地方，目的就係學太上老君一樣做神仙嘅雙收生意揾錢。觀音、毗藍婆、太陰星君合作製造春藥，一
條產業鏈。嗱，而家春藥都有咗啦，咁當然要開埋夜總會啦。但係觀音同老君有合作，所以觀音唔敢好似老君咁整成個女兒國嘅國度咁高調啊。觀音咧只係好低調咁，將天竺國嘅御花園偷偷咁改造成留春亭啊、朝陽宮啊，做啲地下生意。嗱，我估計啊，呢度嘅消費咧，肯定係比老君嘅女兒國要平啲嘅。所以大家再留意啊，頭先講過，天竺國王見到孫悟空三兄弟嘅妖怪樣都完全唔驚，就係因為呢500年嚟，歷代嘅天竺國王已經做慣神仙嘅生意啦，佢哋見慣神仙嗰啲騎呢樣噶啦。咁而家我哋就可以再繼續推理啦。呢一年嚟，玉兔精與君共樂，點解咁開心啊？大家明白未啊？玉兔精身上邊咧係有神仙嘅春藥嘅。玉兔精喺廣寒宮嘅工作係兔爺，專門負責服務廣寒宮嘅仙女嘅。兔爺係古時候京城男技師嘅稱呼，大家可以上網查資料就知噶啦。大家再聯繫下頭先講嘅國王後宮嘅三宮六院妃嬪，個個都非常之妖嬈。咁你話呢啲三宮六院嘅妃嬪係做啲咩職業嘅呢？你話玉兔精帶住神仙嘅春藥下凡呢一年，同國王 happy 唔 happy 啊？國王一個凡人喎，可以得到神仙嘅春藥 happy 一年喎。大家而家明白未啊？我唔使講到太明白啦。好啦，天竺國嘅秘密咧係已經越嚟越透明噶啦，跟住就係玉兔精收場嘅時候啦。布金禪寺嘅老和尚究竟係邊個呢？點解話毗藍婆係最後嘅贏家之一呢？嗱，我俾少少提示大家，最後嘅第100回嘅結尾，靈山嘅總排名，如來釋迦牟尼佛只係排第3咋。越接近結局，秘密就越嚟越炸裂噶啦。下回分解。